好多人話江新健雖然經典，但係佢啲款都係千篇一律。今日淺淺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經典同美感之間點樣做到一個完美嘅結合。首先上嘅就係平安扣，呢款平安扣 Q 花嘅靈動，今日好有光感。我喺鑲嵌嘅時候做一個天然嘅南非鑽嘅鑲嵌，希望呢個平安扣咧更加有生命力。呢款嘅鑲嵌咧，我嘅扣頭咧就做得更加之簡約大方一啲，喺呢度輕輕飄過嘅飄花，令到佢更加有意境。同樣都係平安扣，大細同埋風格唔一樣嘅。咁年輕啲，我又建議佢戴啲細啲嘅有質感小精品嘅平安扣。若果係身材豐滿一啲嘅，或者體格大啲嘅，咁佢嘅尺寸又唔一樣。同樣呢，福斗嘅形狀亦都係唔同嘅。呢一款就係綠飄花嘅托雙款，呢啲呢就適合啲更加成熟穩重嘅朋友。每一個題材，無論葉子、福斗、平安扣，哪怕係佛公都好，唔同嘅鑲嵌就有唔同嘅風格。我哋對每一個料、每一個產品、每一個設計、每一個唔同嘅人群都有唔同嘅諗法。所以如果中意江新健，又想戴得時尚有個性，不妨嚟淺淺呢度多睇睇，你總能夠揀到一個經典啱自己又好睇嘅翡翠掛件。如果有諗法嘅，不妨同淺淺交流一下。關注淺淺買翡翠唔踩坑。